联合报今年一度的作文比赛南区初赛伫台南建兴高中举办，高中、国中、国小加起来1095人参加，比去年加了200多人。代表这些家长甲老师重视写作。写作文本来就是在现在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还有指标。那我们今年在家长会的大力支持下，给了同学很多报名费的补助，所以这次建兴国中参加的学生就有超过350人。这摆作文题目，高中组是点亮建筑也是活动，国中组有一摆说话的经验，甲自我情绪共处，自主学习。国小是囝内底我看一场难忘的梦。我们这次写的作文题目是如何面对焦虑。那这种东西在我们国中阶段面对很大的课业压力，是一个很需要面对的课题。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刚好很符合我们。素养题为主啊，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小朋友需要充分大量的阅读，然后摄取一些户外的一些讯息。因为它有一些词汇跟字词的部分。国小阶段，因为中高年级的孩子还是着重在自我的这个生活跟成长的经验。那国中的阶段，整合自己的这个知识，跟能够做一些应用。到了高中的部分，更强调就是要能够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一些了解。尤其这次的题目是结合在地台南的这个自己的想法。每一个阶段的题目拢有不同的所在。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、活化自身的经验，也当借此增加写作的视野。学生和家长拢认为，平常时就要培养好的阅读习惯，才会当随时应对，提升语文素养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